今日到中央总预算，抑搁伫咧立法院拢无审查，行政院就讲呢，限民众有牵连的 T-Pass 通勤月票、生育补助等政策，才有可能拢会暂停。本地有风声讲，这国民党团要提案补救，照预算法，互重大民生的资本支出，抑个新的计划先来复位审查。民进党就批评讲呢，袂出是伫咧敛财，甲人民当作是去食。民进党立院党团轮流伫遐排队，就伫咧立法院议场头前，找到透早小整甲文件送去议会，希望互已经延长真久的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复位审查。赞成者少数，民进党党团提议不通过。就算着赢立委伫下底抗议，要是挡袂过对方人数的优势，总预算案并无放行。不过，照预算法的规定，其中新兴资本的支出、甲新增加的计划，只要经过立法院同意，就无伫咧这个限制内底。有风声讲，国民党团提案要替 T-Pass 计划、生育给付、河川治理等等部分的项目改套，先复位审查。民众党讲，因早就有版本，后礼拜会甲拿赢讨论。不过，昨夜嘛甲行政院化讲，应该依法编军人加薪水、甲退休警消年金的预算。只要赖清德、卓荣泰依法编列。那总预算早就在审查了。人民不是乞丐，立法院最大党不是皇帝，非得要人民敲碗，你皇帝才给饭吃。难道国防预算752亿不重要吗？外交预算110亿不重要吗？这样破碎性的把预算拿出来挑三拣四的，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国会审查预算应该有的态度。都用台话讲，希望国会会当理性、谨慎来面对预算的审查。不过行政院要是暂缓变提关警察人员所得替代率预算，那边嘛协助启动法律战。我们有权要求政府欠我的连本带利就要还给我们。国民党有成立一个司法正义律师团，民众党就这个部分希望提起团体诉讼，诉讼标的一样的话，那我们尽量都是以一个合作的模式，群策群力啊。我们的态度向来就这样。昨天接到的电话、送来的件数非常的踊跃，我们可以商量一下，怎么样把忠孝发挥到最大，能够帮助最多的人。针对无法度专案审查总预算，另也批评讲，宪政机关有宪政机关的责任，若被袂使像点菜共款，一点仔一点来放行，强调每一条民生的预算共款拢真重要，袂使选择性来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